第二章，所以咱着约法得中所听见的道理，行了咱随流失去。迄个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然是确定的，凡那干犯悖逆的，拢受了应该受的报应。咱若忽略遮尼大的救恩，怎样会得罪呢？这个救恩起先是主家己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甲阮证实的。上帝搁照家己的旨意，用新约、基督甲百般的异灵，搁圣灵的文士，甲因做见证。阮所讲将来的世界，上帝原无交予天使管辖，总是有人伫圣经顶某位证明讲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然顾念伊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然眷顾伊。你互伊比天使微小淡薄，使伊荣耀尊贵做冠冕，搁将你手所做的拢派伊管理，互万物拢服伫伊骹下。既然将万物拢服伊，就无剩落一项无服伊。就是如今，阮也无看见万物拢服伊，独独看见迄个诚侪比天使较小淡薄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做冠冕，互伊因着上帝的恩，为人人赐死味。原来迄个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带真多的囝儿入荣耀内，互救恩的元帅。因为受苦难得到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为迄个互人成圣的，甲遐个得到成圣的，拢是出伫一个，所以伊称因做兄弟，也无掠做见笑，讲我要将你的名传互我的兄弟，伫会中我要常用你。搁讲我要倚靠伊，搁讲看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儿女，儿女既然同有血肉的身体，伊也照样家己成做血肉的身体，特别借着死败坏迄个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搁要偷放遐个一生因为惊死来做奴仆的人。伊并无救拔天使，就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伊凡事应该甲伊的兄弟相同，为要伫上帝的事上诚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伊家己既然受试探，搁受苦，为拯救受试探的人。